各位嘉賓、各位會員，大家好。過去一年，國際專業保安協會做嘅並唔止係舉辦活動，而係帶住會員走入保安業界更高層次嘅交流平台。由周年晚會保安員嘉許禮開始，我哋透過業界提名同資深評審甄選，表揚一班默默守護崗位嘅優秀保安員，讓前線專業同責任感被業界看見。同時，本會亦積極參與香港保安從業員日，參觀啟德體育園區，了解大型場館嘅智慧化人群管理、即時人流監察、分流應變同綠色設施。我哋亦參觀香港國家安全展覽廳，並組團參加深圳安博會，從國家安全到最新安防科技，為會員拓闊視野，將更多新方向帶返香港保安業界。除咗學習同參觀，本會亦積極連結業界頂尖力量。多位委員應邀出席香港護衛業管理委員會周年聚會，與政府官員、業界代表及監管夥伴交流，包括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先生及警務處處長周一鳴先生，貼近了解行業發展同未來挑戰。本會亦參與 HKSA 新春午宴、QF 資歷架構嘉許典禮、港專聚餐，並舉辦押運公司及槍械管理系統參觀。科技方面，本會出席 Build for Asia 分享 AI 垂直保安應用，並舉辦 AI 實戰工作坊，協助業界改善排更、計量、應變及客戶管理等痛點。未來本會將繼續連結業界高峰，推動專業認同，同香港保安業同行，企得更穩，行得更前。無論你係個人會員、公司會員，定係想同業界分享經驗、交流資源嘅朋友，都歡迎你加入本會，一齊成為推動香港保安業向前嘅一份子。